做一考试咯，因为神匆匆安尼，就会安排安尼来世界来选拔，以后呢就转到天家，同佢永远跳下，所以安尼中国人嘅祖先也係伫咧，安尼中国人嘅祖先里面伫咧拜神，嗰時我想厲害10篇都拜，以前就講甲印度的拜神，天個神好嘛？嗰是講天神呀，那你所以俺哋基督教講嘅上帝色彩就會同咱哋中國人祖先拜嘅神係求雜神，唔係虛榮嘅神沒有，因為全世界所有嘅人類、所有嘅民族都係有個神創造嘅嘛，冇講美國人拜嘅神、法國人拜嘅神、日本人拜嘅神，錯唔係嘅，全部拜求雜神，睇因為俺哋。不管係中國人也好，印度人也好，伊多國家嘅人就搞唔清楚一個真實嘅賣點，就擺唔出來。看到一個書誒，哇，100年還冇去，當作神來擺。看到一個太殺條，當作神來擺，佢都唔係神誒，佢都神創造嘅東西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搞清楚，我哋要擺最大嘅神，也要擺。神的神，拜假神都無效，係嘛？所以喺呢年當中有幾多有意見，敬拜一個真神，有嘛？先用字啊，用字愛係信耶穌嘅其他朋友有信還忙啊，會上啦，會上啊。陳老師多來都有嘅。你係帶頭嘅是？咁我也就啲羨慕陳老師啊。佢呢，佢出呢張嘢上去，自己嘅客家歌團訓練啦。因為而家要或者頭先做的。要講客家嘅建築嘅話要講啦。佢參加以後，佢客家話有進步。本來不會講的。仲有阿爸係廣東嘅客家人。阿妹係台灣嘅客家人，阿妹重要。阿妹嘅祖先搬來台灣伊係鐵切台。安尼對阿妹上嚟講，係鐵板台嘅。對阿爸上嚟係天衣台。其實都同樣，我哋客家人全部係總係睇到落嚟嘅。我哋用咩？人家以前講反嘅啦，嗰啲真實嘅台灣人嘅元素。但係台灣